后来，这个警方继续来追查台北济湾随机攻击的案件，讲这个嫌犯张文要作案已经准备1年半，伊伫网络顶买13支的长底刀，若这个钱拢是伊的妈妈付伊的生活费，若犯案进前户头存39块。警方讲，伫伊的计划当中，并无规划要来逃亡。 提出伫遐看起来就亲像人体。张文案发前一天，家己一个人去新品南西5楼看落山，随着行到资讯台门，敢袂当去厝尾顶翕野蛋球刷扣拒绝，计划甲真周密，甚至早就对这落草真熟。 19号台北车头和新片南西发生随机攻击，嫌犯张文当时早真侪犯案的工具，有的可能伫咧租厝所在和旅馆，这全部拢是伫咧网络买的。彰显总共有13把长短刀，其中3把长刀分别以新台币2300到2700的价格购入，另外有10把短刀是在去年的4月。 分3次购入。早就伫咧113年到今年4月，伊伫咧网络分配买坐买13支武器，开差不多15000，结果到超商或者是便利店摕货，毋过无收入去，哪有钱咧？张文有时口罩敢若用邮局，口罩存39块。警察调查出，伊妈妈112年3月有汇45万，去年底嘛捌汇10万，落尾逐季都汇3万到6万的生活费，无伫咧做工课张文拢是。 靠妈妈伫咧改吃，发现他从112年的年底到今年的10月，有家属有汇入大概新台币37万元，作为他的资助。伫咧台北租厝一个月都要办一个租金，为着买犯案的工具，佮开超过6万，计划年半时间，警察怀疑伊无按什么走路，会继续追查伊的动机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